請問衛生所有做癌菌試檢麼？有哦，我哋有體檢子宮頸癌、內癌、大腸癌、到口腔癌嘅檢查。我想塗假樣假管做檢查，不過佢哋總推講身體當天，冇需要做身體檢查。日片，Andy 30歲以上嘅女性，當然要做1擺子宮頸抹片檢查；45歲到69歲嘅女性，隔2年要做1擺軟骨 X 光驗樣檢查；嘅50到75歲嘅民眾，每2年要做1擺糞片檢血檢查。係講30歲以上有實驗也係超變老嘅民眾，每2年就要做1擺口腔黏膜檢查。我記得阿爸係未有實驗，我爸係人成功呢。該下那要同阿爸來做檢查，嗰會請阿婆強下來。為到健康，身體檢查係一定要嘅。我哋咧，你睇下睇到嘅癌菌試檢要錢麼？需要帶乜嘅證件呢？全下唔是錢哦，帶健保卡、攞身份證來衛生所掛號就做得。好，什麼意？